祝隆重朋友親戚三馬健康。那來到你等呢個新聞出，即刻到講一條福音嚟祝福大家。所以呢個路加福音24、46節咁樣講到，耶穌講：下次要先見一個基督一天去受呢個痛苦，受呢個痛苦，然後第三日佢去復活。但係呢，因為上帝係耶穌嚟世間，就係一天去受苦，為了咩？為了這個人類唔會受呢個苦，本佢擔hết，係咪人相信佢啥？呢個痛苦，呢個罪惡種種，本呢個基督擔hết在十字架嘅。然後呢個路加福音24、47節樣講出家啲呢個消息，就係講我耶穌嚟世間死在十字架嘅消息。而全本隆重一個世間嘅民族啲都係講到咩？講到在耶穌嘅名要得到燃亮水，要得到乜嘅？得到呢一個得救嘅方面，就係咩消息啊？悔改嘅消息，人不能悔改，蒙蔽，即刻要錯，即刻悔改變對嘅人，相信耶穌基督，聽耶穌基督嘅路，都按到悔改。那所以呢一個消息。全本一個世間人啲隆重民族有啲又得到呢上帝做出嘅恩典，然後呢個師傅手術1:7節樣講到，因為到在耶穌嘅名，及在嘅血，得到贖從罪惡得到嘅方面，就上帝嘅恩典。那上帝做了本千萬人，你係乜人啊？即刻就係要謙卑嘅心，相信上帝係耶穌嚟世間。擔自家嘅錯，擔自家嘅罪，自家係相信佢係自家上帝，係個救主，自家得到呢燃亮水嘅方面，自家嘅一切嘅錯，本耶穌擔喺十字架，加入自家罪惡，持空帶上啊哈，加入自家做出嘅罪惡，隆重本嘅擔喺，呢出係講到最好嘅消息，都係聖誕嘅消息，聖誕就係耶穌上帝嘅愛安排對呢陽間嘅人，佢愛死在十字架，為了咩？為了隆重民族相信佢啥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切家相信佢唔會得到處罰，因為到本佢太黑了，本佢擔黑了，佢隔一個定，也就係入謙卑嘅心，你心裏相信，你口裏信任，你得到呢個恩典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